8場賽事，香港國安法公布實施5週年杯決賽，啱啱已經開始咗啦。靠近我哋第一線嘅係余英，第二線俊義龍，第三線段裕龍，第四線聯興龍，第五線同興龍。賽事進行咗冇幾耐，而家4條龍舟都係非常之接近啦。聯興龍、同興龍稍為帶出少少，跟住余英。同興龍、聯興龍、余英、聯裕龍抽咗出嚟，但係現在都係同興龍稍為領先啦。同興龍。余英退咗上嚟，哇！哇！大隻跑翻上嚟啊！第二。